刑警大队统合着市内15个分局甲相关的单位，组成着专案小组，积极来打击着不法的集团拐骗民众到境外案件，讲被害者以21岁到30岁族群上介多。台中市刑事警察大队统合15个分局和相关单位共组的专案小组，打击非法集团拐台湾人去国外妨害自由的案件，列到国内39案，警察会继续分化调查。一到当地就没收手机及护照，强迫学习诈骗话术。根据警察调查发现，跨国人抓集团拢会用真悬的薪水、酒店服务招待旅游，免经验、真假标准将这广告飘起，或者是强调合法总管、保险公司游戏新创公司名气来拐被害者出国。若被害人未成年，最高可处7年徒刑，刑责均有加重。今年5月，南方防治法修正，刑责已经加重，会扣罚5年下有期徒刑，含并科300万以下罚金。警察嘛呼吁，找工课时拢爱斟酌想过，或者是爱加甲人问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